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鄺明書。喺上個週末咧，我去咗內地3個城市，包括深圳、珠海同埋廣州，參加梁文道同我自己內地嘅新書發佈會。內地叫呢種活動咧做打書。打書其實係咩意思咧？其實即係咧喺書店裏邊同書迷咧見面簽名，又或者咧係接受媒體訪問。我咧就第一次去內地打書，真係咧眼界大開，親眼咧目睹梁文道喺內地受年青人歡迎嘅程度。香港作家咧去到大陸出書，經過咗一段幾長嘅時間。今日咧已經到咗成熟期。除咗梁文道、林夕嘅散文咧喺內地咧亦都大受歡迎，可以話係香港作者喺內地成功嘅代表人物。而佢哋能夠咧喺內地成功，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內地文化市場嘅規模咧比香港大，商業程度亦都好高，但係咧仍然就未脫離官方嘅管制。出版社咧係按地域平均分佈，唔可以咧隨便成立。即使你要成立新出版社啦，都要採用一啲仍然係審批嘅制度，而唔係好似香港咁樣登記就得㗎啦。而書號咧亦都係要按計劃咧去配給。內地實行改革開放之前咧，香港嘅文學咧被視為聲色犬馬嘅資本主義文學，嚴禁出版同埋咧傳播。但係香港毗鄰嘅廣東咧，嚴密嘅意識形態咧控制，只係能夠咧堵截住一啲主要嘅渠道。少部分嘅文學作品咧，往往咧都會通過一啲民間渠道，好似咧就由旅客過海關嘅時候咧，偷偷地咁啊帶咗去廣東各地。當時咧呢一類作品主要咧就有唐人嘅《金陵春夢》同埋咧梁羽生、金庸嘅新派武俠小說。喺70、80年代，出版香港作家著作最早嘅出版社咧，就係福建人民出版社同埋廣東人民出版社啦。從地理位置嚟講咧，佢哋得到咗地利之便；從思想解放步伐嚟講咧，沿海嘅出版社咧，往往咧轉變得相對咧係比較快一啲嘅。當時內地出版社嘅選稿標準咧，係香港嘅作品咧必須有利於説明咧社會主義制度嘅優越，同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咧嘅千瘡百孔。創作嘅方法咧最好咧就係現實主義。專門咧就要揭露同埋鞭撻咧批判式作品嗰一種咧就最受出版社歡迎㗎啦。《金陵春夢》呢一部作品咧係寫蔣家王朝嘅興衰，令到讀者咧認識蔣家王朝嘅腐敗。自然咧係政治正確啦。喺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嘅《華燈初上》，個古仔咧就係描述一個善良誠實嘅女主角汪玲。咁佢喺做咗武女之後咧，就受盡紳士流民嘅凌辱、敲詐勒索，被認為咧寫實揭露咗香港呢一個所謂人間天堂裏邊嘅一切假惡醜，符合咧批判資本主義政治宣傳嘅需要。到80年代嘅中期咧，亦都係內地出版香港武俠小說嘅高峰期，繼有咧金庸嘅《書劍恩仇錄》、梁羽生嘅《白髮魔女傳》等等。而亦舒、岑海倫、嚴沁呢啲言情小說嘅代表咧，曾經一度內地知名度最高嘅言情小說家咧，就係台灣嘅瓊瑤。但係瓊瑤嘅小說咧就過分老式，相對咧香港嘅亦舒小說咧現代感就強好多。所以咧呢個一股瓊瑤熱咧，後來咧就俾亦舒同埋呢個岑海倫咧就取代咗。內地讀者咧之所以喜歡亦舒同埋岑海倫呢啲小說咧，完全咧係因為睇中咗作品裏邊一啲浪漫色彩，同內地咧多年嚟嘅封閉，連談戀愛咧都唔離開學馬列啊，講階級鬥爭口號式嘅好有關係。後嚟咧出版社睇中呢啲票房嘅價值咧，就猛印呢兩類小說。亦舒出厭咗啦，就換岑海倫啦；岑海倫飽和啦，就換嚴沁。嚴沁嘅作品唔再過癮咧，就出李碧華嘅詭異奇情小說。之後咪換林燕妮用香水寫嘅小說，等到愛情小說唔再賣座，就科幻上場。衛斯理嘅科幻小說咧，情節曲折離奇，好符合讀者消閒嘅需要。內地出版界出版金庸小說嘅時候咧，一早咧就已經睇中咗衛斯理，但係因為咧衛斯理即係倪匡咧，當時嘅政治觀點咧明顯係有傾，又有個咧喺57年從內地逃亡到香港嘅歷史問題，唯有咧就按兵不動。到後嚟咧，因為意識形態淡化啦，咁出版商咧就使用咗一種新嘅選稿標準。只要咧文本裏邊冇一啲反共嘅內容咧，就可以大膽咁出版。所以咧，衛斯理嘅科幻小說咧，從88年開始咧就大量咁翻印啦。另外梁鳳儀嘅財經小說咧，亦都俾到內地讀者展示咗一個好陌生，描繪香港社會心理轉換、人際關係個變遷喺97年之前香港人嘅各種心態。喺92年咧，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佢嘅《醉紅塵》，
喺當時北京最大嘅王府井新華書店裏邊咧，一日賣超過2000幾本。香港嘅作家嘅作品之所以能夠喺內地咧得到廣泛嘅傳播，原因咧係因為香港社會比內地開放，作家咧創作唔需要按咩政策條文寫作，題材咧冇禁區冇包袱，所以咧想像力咧可以發揮到。唔似咧內地作家咧經常咧喺人物對話裏邊咧就塞咗一啲政治説教嘅嘢，好似咧李碧華嘅《胭脂扣》《霸王別姬》《有爭》，喺歷史、社會、哲學同埋美術嘅層面上面咧都帶俾讀者一種思考。而內地咧，一般呢啲言情小説咧係冇嘅。喺內地走紅嘅香港作者咧，由武俠小説、愛情小説，到今日梁文道嘅評論同埋林夕嘅散文咧，係經歷咗20幾年嘅轉折，亦都反映咗咧香港文化對中國嘅影響，亦都逐步咧由純商業化轉向更具深度嘅價值同埋世界觀。香港人面對強勢嘅內地崛起，實在咧唔應該太妄自菲薄。我哋咧既唔係目中無人嘅大香港，亦都唔係抬唔起頭嘅小香港。只要咧腳踏實地做好本分，香港對內地社會走向現代接軌過程裏邊所發揮嘅作用咧，其實絕對不容忽視。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